年少就該氣盛，年老先會無悔。唯青春不可辜負，今日難得青春，日後難得青春。我叫孫永亮，英文名 Kelvin， 係澳門有戀愛嘅負責人。91年啦，土生土長嘅澳門人，喺澳門旅遊大學度畢業。咁老豆咧就差唔多都揸咗30年嘅巴士啦，阿媽咧就全職家庭主婦，佢哋兩個都退晒休啦。咁同埋我仲有2個細佬妹嘅。前咧就做保險啦，咁想用一個合情合理合法嘅渠道去無限拓展人脈啊。咁身邊咧有唔少嘅單身朋友咧，咁自己又中意策劃活動、聚會之類，所以喺2016年11月咧，我運用咗自身嘅人脈資源啦，咁舉辦咗首個澳門最大型嘅單身交友活動。嗰陣時都差唔多60人㗎，咁一個活動後續產生咗好多對嘅情侶。咁而我咧，因為有正職在身，比較忙啦，咁只能夠每半年咧就舉辦一次，就520啦，同埋4條1呢2個日子嘅。咁直到去2020年，我決定咧就將呢一件咁有意義嘅事咧，以公司嘅形式有系統咁樣去運行落去，想做到生生不息，每一日都可以幫到人拓闊圈子咯。我諗咧最大嘅特色咧離唔開當年2020年嘅時候成立澳門有戀愛呢一個平台，咁係唯一咧澳門人啦，並且係當陣時最年輕嘅90後啊！我冇記錯啊，當陣時美國生日咧係講緊係28歲嘅啫。咁去創立呢個平台嘅時候咧，我哋嘅核心係聚焦澳門嘅單身青年聯誼交友啦。咁目前咧亦都係澳門最具人氣、最多澳門單身資源、最與時並進、最有系統嘅單身交友平台。咁喺2024年嘅時候咧，我哋都首創咗盲盒交友嘅呢個項目，咁同超過咗20間嘅澳門本土餐廳合作啦，咁提供舒適嘅交友場景。咁至今咧都服務超過咗2000次1對1嘅約會啦，為旗下嘅合作餐廳單位咧都產生咗超過60萬嘅餐飲消費啊！咁亦都有同10幾間嘅中小企服務單位，例如好似美容院啊、美髮業啊、健身房啊、服裝連鎖啊、鮮花甜品啊、攝影等等嘅呢啲中小企係合作嘅，咁為有戀愛嘅會員咧提供多元化嘅服務咯。哇！諗翻起咧，曾經因為咧幫一啲優質嘅會員獲得更加多嘅交友機會啊，唔小心觸及到咧澳門個人資料保護法，咁啊俾佢哋罰咗咧將近1萬蚊啊！咁以當陣時搞活動嚟計嘅話咧，一場活動大概利潤係2000蚊左右，咁等於咧白做咗5場先可以填翻嗰條數啊！咁自從嗰一次之後咧，我哋都非常之審慎同埋小心咁樣處理會員嘅資料，咁避免咧再有同樣嘅事情發生。其實咧，成功脫單嘅個案咧，甚至係會員結婚咧，多不勝數啊！咁當中咧比較有印象嘅係有幾對脫咗單嘅會員啦，佢準備要結婚，佢特登咧係拎啲喜餅上嚟我 office 嗰度，多謝我哋平台啊！咁仲有啲咧係請埋我去飲喜酒添。咁但係暫時咧都未見到有會員咁喺婚禮上面大聲去多謝有戀愛呢個平台啊！可能因為我冇另外俾廣告費佢哋嘅關係啦。都會有㗎，不過咧經營上嘅困難又何止呢一點呢？你諗下，澳門社交文化弱，多數人嘅性格又係內斂怕麻煩，部分嘅仲要工作時間長，需要輪班，咁生活成本又高喎，即係我只係真係做到 enjoy life 嘅成本啦。咁本地人口嗰個基數局限，同埋經營成本高，譬如好似燈油火蠟啊、租金啊、勞力成本啊、技術開發成本啊等等啊，咁其實呢一啲嘅挑戰咧係遠超大趨勢單身思維俾到我哋嘅困難啊。所以咧，我哋係承接住兩邊嘅發展方向嘅啊，一邊就係不婚不育交友啦，另外一邊咧就係認真想揾有組織家庭諗法嘅伴侶啦，就係呢2個方向咯。都會㗎，譬如好似沉浸式交友活動，即係用2日甚至3日以上嘅時間去深度了解對方嘅活動啊。相比起1-2個鐘嘅活動或者係約會咧，可以喺短時間內咧可以觀察到對方係咪自己喜歡嘅類型啦。咁另外咧就係提升
個人外在同埋內在嘅課程都好有市場嘅喎。因為咧好多嘅單身青年咧一直都冇辦法脫單，或者好難脫單。佢最大嘅原因係因為圈子細啦、選擇少之外咧，更多係在於佢哋嘅外觀上啊，又或者性格上，仍然係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從而咧係需要相關嘅專業人士咧提供專業嘅意見同埋服務嘅。我哋咧雖然係一個單身交友平台啦，咁但係我哋都好重視我哋自己品牌啦。咁你見到我哋都有去出屬於我哋自己嘅愛情卡啦。咁雖然都係參考翻叫做以前講緊10幾年前一啲心理諮詢機構公司嘅卡牌，然之後再二次創作嘅。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可以，我哋嘅品牌唔單單淨係喺單身交友層面上面，可能會係一啲嘅零售啊，又或者未來時間會唔會係有屬於我哋自己品牌嘅生活用品，甚至係其他嘅一啲項目，譬如好似餐廳咁樣等等嘅。咁我相信有戀愛呢個品牌唔會淨係 for 交友呢個部分咯，係會有更加多生活上係可以涉獵到嘅。其實座右銘都有好多句嘅，咁但係你話最深刻或者我經常提自己嘅就係、年少就該氣盛，年老先會無悔，唯青春不可辜負。今日難得青春，日後難得青春。咁我相信如果讀得懂呢一句子嘅年輕人嘅話呢，應該係要更加有勇氣去追尋自己嘅夢想啦，同埋喜歡嘅另外一半咯。